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有人看见了，看见了也没关系。丢死人了！你干嘛？我拿筷子呀。怎么了？你，别看，别看。反正人走了，要不要继续尝尝？想让你尝尝是真的，亲你是真的。闭嘴！好，不说了，继续尝尝。不许尝尝。好，不尝。走了，吃饭。菜齐了。大补，来，我也要。我不客气了，先吃为敬了。来，彤彤，来，我给你夹。来，快筷子。你这先给你筷子吗？够得着啊！我有啊。来越好。啊，是吗？表姐，我听说王老大今天女朋友也来，这个位置肯定是留给他女朋友的。你怎么能坐这儿呢？你拽我干嘛呀，小姐？不是你是缺心眼儿啊！你表姐就是温医生女朋友。这脑袋，赶紧挖口坑啊！厚道了吧？哎，你们怎么可能？你有意见？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呢，是有2件事要公布。第一件是公事，从容已经正式入职大人，不会再来医院实习了。今天这顿饭就算送给爷。啊，从容，虽然说今天是你最后一次上班了，但是大家都已经熟悉了，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啊。对呀，医院的同事都挺喜欢你的，我也喜欢，特别是我亲师兄，喜欢的不得了。谢谢啊，我也很喜欢你们，我会常回来的。还有一件私事，以前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跟从容很小就认识了，我等了她很多年，现在终于在一起了。以后你们不许拿我跟别人开玩笑啊！哇，来吧，恭喜几个！亲师兄，你和从容好般配呀，温和从容，岁月静好，是不是很美好？就你嘴甜，人参跟醋不相逢，也是绝配呢。啊，你看看你家了吧？吓死人了，狗粮啊这是！吃吧，多吃点。表姐，我有说错话的地方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你尝尝汤啊，这个汤是淮杞草鸡汤，很补的。哎，尝尝吧。尝尝。尝你个头！谢老公。下次再恭喜一个，来。